美国甲以色列做伙空袭伊朗，包括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内，拢总有48个高战死亡。中东局势紧张，咱外交部甲阿曼顶内国家的旅游警示调整做第3级，呼吁个人暂时先莫去。台东昨暗有一个查甫人参加炸邯郸的活动时受伤，规身躯有30拍的烧烫伤，目前也搁咧治疗。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要来关心的，就是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这场攻击唔但造成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过身，就连因的国防部长甲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等47位重要的官员，嘛拢总互轰炸死亡。也美军这回除了出动几若台B-2稳型轰炸机来破坏伊朗的飞弹基地，佮防空系统以外，甚至佮透过林肯号甲福特号这2只航空母舰来包围伊朗。伫咧短短几分钟内，9只伊朗的军舰就沉落海，海军的总部嘛拢毁了了。行动会当讲是非常成功。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讲，伊的目标是要彻底来消除核武甲飞弹的威胁。所以，这战争有可能阁需要拍4礼拜。另外，川普嘛呼吁伊朗的百姓就要把握这届机会，做一届甲这独裁政府延续到。美军伫咧过去36点钟内发动上凶、上复杂、上精准的攻势。根据五角大厦影片，美军出动足侪只 B-2稳型轰炸机，对伊朗的弹道飞弹基地还有防空系统进行全面轰炸。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媒体阁指出，美军伫咧短短几分钟，就甲9只伊朗的军舰降予沉海底。伊朗的海军总部嘛防破坏，虽讲战果真好，不过美方嘛证实已经有3个美军伫咧行动当中牺牲。川普讲，伫咧达成所有战略目标进前，可能有更较侪美国人流血。We ha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including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Just now, it was announced that we knocked out 9 ships plus their naval building, all in a matter of literally minutes. 这波空袭的核心目标是针对伊朗的高战指挥体系。川普证实已经甲统治伊朗马40档相关的领袖哈米尼枪杀，批评伊规双手拢是美国人的血。卫星的相片显示，伫咧德黑兰的革命卫队总部，还有足侪个情报指挥中心，已经变作是臭菜荒。包括国防部长，还有武装部队参谋长在内，48个军政领导人嘛传出伫咧这摆行动无命，互德黑兰高战失去核心，军方甚至阁传出大规模投降的意愿。Last night, all over Iran, the voices of the Iranian people could be heard cheering and celebrating in the streets when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The entire military command is gone as well,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urrender into saving their lives.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伊对激烈的军事行动感觉真不安，呼吁各方应该回去外交的步数。川表示，虽讲目前战事是真美，不过美方并不是无要沟通，伊个消除核武还有飞弹威胁的行动，会阁拖4礼拜左右，而且公开化约，要求伊朗的民众把握这摆唯一的机会，甲独裁政府推翻。同时，爱村的武装人员唔通阁坚持落去，若无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中东足侪所在拢已经提升安全戒备，后边嘛警告，长期的战争可能会有无法度预测的效果。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也那伊朗这边嘛同款无咧落软，因锁定以色列本土甲美国伫中东的军事基地来发射飞弹甲无人机保护，上无已经有10个国家受到牵连。美国伫咧科威特的大使馆嘛，哪像受到攻击，请出乌烟，甚至阁传出有美军的战机坠落来。耶路撒冷警报声直弹，有飞弹飞过来。不过以色列防御系统看来有成功拦查。根据救援单位的通报，了后有一粒飞弹伫耶路撒冷的街路爆炸，有人受伤。伊朗展开中式升陆4号的行动，以无差别的方式报复附近的国家，向以色列本土甲几个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以色列北部、中部有几个所在空袭警报一直持续咧弹，暗时也会当伫咧天顶看到拦查爆炸。以色列讲，伊朗的攻击大部分拢去防空系统拦查起来，不过几个所在也是传出爆炸的声音。
伊朗讲即个行动主要针对美国伫个中东军事资产，甲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伫个因最高领袖哈米尼死亡了后，有消息讲，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也就是哈米尼的新爸，会暂时代理伊的工作。نکته دوم در مورد جنگ هست و به طور طبیعی جنگ یک زد و خوردی است که همیشه برای مردم ایجاد نگرانی میکند. اما این نکته رو با توجه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مروز از یک ظرفیت خیلی خوب از یک تجربه مهم برخوردارند. 阿拉伯國家有幾個駐美軍的基地，嘛去有飛彈鎖定或者是攻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表示，伊朗飛彈針對阿布達比附近的迪哈胡拉空軍基地，雖然防空系統有成功攔截，不過飛彈的碎片落在市區，造成百姓死亡。當局譴責伊朗侵犯國家的主權。卡達的奧代德空軍基地是美國喺中東上大的空軍基地之一。這個所在受到伊朗飛彈的攻擊，卡達的防空系統攔截幾粒飛彈，伊嘛大聲譴責伊朗侵犯因的主權。喺麥蘭馬附近的美國海軍第5艦隊總部，柏林確認因受到攻擊，當地啟動空襲警報，空中出現烏煙。也若可為着伊朗的飛彈瞄準阿里薩利布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成功攔截。也若約旦軍方的通報，至少有2粒飛彈喺飛過約旦領空的時陣轟拍落來，北部有發現飛彈的殘骸。約旦講這飛彈會威脅國家的安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受到暗時有傳出爆炸的聲音，而且有防空攔截。因的外交部強烈譴責伊朗對幾個國家的侵犯，支持這個國家採取回應的措施。敘利亞蘇維達省爆炸有重大傷亡，有一棟大樓去予伊朗的飛彈拍到，爆炸的碎片也飛，若像有飛彈射過界。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中東的戰火繼續咧炭燒，有幾60個航班攏暫停。目前台灣大約有70個旅行團，2000多人受到影響。咱的外交部嘛，甲阿曼等6個國家旅遊警示為第2級的黃色調整到第3級柑仔色，呼籲個人先莫去。中東戰爭爆發了後，全球上保養航空中心之一杜拜機場被遭受攻擊，也被迫關門。無奈飛機飛不出去，大量旅客受困，全機的航班也取消。Wir wollten ursprünglich nach Perth, nach Australien, wären aber über Dubai natürlich geflogen und das wurde ja jetzt storniert und deshalb stehen wir jetzt hier und hoffen, umgebucht zu werden auf einen anderen Flug. 唔但杜拜機場、阿布達比機場也同款，阿聯政府是宣布所有受影響旅客加大價改票相關費用由政府全包。阿布達比文化甲觀光部佫直接發函予各飯店，懇請協助，有過超過2萬人受飛機中有台灣人。重新又入住了這家飯店，所以我早上 check out， 然後今天下午又 check in。但這個床旁邊很好玩，就是它有這個繩子，然後感覺很像是就是無障礙。 就是要拉的緊急求救繩，空中好像變得比較平靜一點了，沒有再這麼多的飛行器，還有嘣嘣嘣的聲音了。學校的部分呢，因為我的小孩在這邊讀書，學校的部分是已經接收到通知說他們改為線上上課。 外交部初開始更新旅遊警示資訊，將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聯、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家為原本的2級黃色調整到第3級柑仔色，短期內將緩去觀光，佮避免非必要旅行。觀光署上新統計，目前受影響的旅客包含滯留甲取消的有76個旅行團，2059人。阿里法塔的燈塔是正常的，塔票都是正常的。 啊，这块没有人。遇到这种状况，连9月、10月的客人都会打来问说啊，这样状况怎么样？刚刚有看了官网的公布，是3月3號早上7點以前的航班是取消的。中東軍事行動恐驚繼續幾個禮拜，政府緊張情形。副總統蕭美琴表示，羅總統甲行政顧問團隊攏繼續來關心行政院長杜英泰7日緊急舉行應變會議。 杜英泰表示，對不可預知的戰事，各部會按心情應對，可能的不計影響，也敬請副院長陳麗君開穩定不計小組會議來做進行。記者綜合報道。除了空中的交通，海上運輸嘛受影響。風聲講，佇咧荷姆茲海峽已經有油船互人攻擊。全球有2成的原油甲天然氣攏是透過這個海峽佇咧運輸，所以就專家分析講，若准封鎖超過10天，安尼可能會造成國際油價真大變動。
游轮一直请乌烟，看到的人更加翕来。挂帛琉国旗的游轮天宫号，当地时间初一，伫阿曼木山达布海岸差不多5海里的所在起用攻击，船顶4个人受伤。中东战事一直断开，服务住海峡边仔的船只安全风险都增加。We have seen that some Gulf countries over the years, like Saudi Arabia, for example, trying to find alternative pipelines to go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各界关心服务住海峡敢会进一步封锁，因为这条航道掌握全球1/5的原油甲液化天然气运输，即马传出航运量减少70%，国际油价嘛出现大起。初二亚洲早盘，布兰特原油期货捌冲破1桶82美金，创下7个月的新高。如果超过10天的话，其实很多的那个油品运输啊，邮轮的那个安全上，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 impact。我们过去也自己开始在建立这种战略储备量的一个概念了哈。那只是说台湾再怎么建，其实战备储备量一直没有办法拉到跟其他国家，比如说60天、90天那么长的一个情形。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中油公司是当年降低为中东地区进口油气的比例。以原油来讲，2022年45%到2025年已经降低到34.9%。目前原油进口国美国占6%，中东3成半，其他是非洲、澳洲等地。另外，天然气是卡达、澳洲各3成，美国是1成。我们未来将逐步降低这个从这个波湾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 提高至美国进口 LNG， 预估2029年从1成会提高到25%。中油公司讲，到初二拢有确认供应商拢照原计划增运，国内油气的供应无受影响。不过面对这么大的变局，传出经济部一定找3召开能源安全会议，有可能每礼拜会个召开油价的应变小组，通掌握强势变化。记者采访报道。今年的元宵有锋面、华南分系甲东北季风来到落日，全台湾的天气是真无稳定哦。拜2甲拜3拢会上大雨，嘛会变阁较寒，一日就降7度到8度。提醒观众朋友，就要会记哩穿雨袖。拜2是旧历正月15元宵节，台北顶节伫咧西门町有每年造型的灯组，顶面阁写着马上有钱，真有过节的气氛。不过看天气乌阴，今年元宵节恐惊会阁冻阁冷。气象处指出，刷落来锋面、华南分系和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拜2、拜32天全台大气环境无稳定，水汽明显增加，尤其是西半部爱细腻闪大雨，而且无排除会澹雷公。明天以及后天这一波的冷空气伴随着东移，所以天气都是相当的湿冷。那到了周5的时候，华南雨区还是有东移的现象，所以水汽依然是比较多一些。那落雨温度嘛会明显降温，气象处预估拜2温度会比前一天更较降7度至8度，到拜3各地全凉冷，早暗温度也增加，尤其是北台湾的降温上明显，低温剩15度至17度，和前几日温暖的天气有真大的落差。明天转成东北季风或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明天的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只有在19到21度之间，那跟今天来讲比的话，大概会下降大概7、8度左右。中部的高温也只有21度，南部高温是26度。气象师提醒，进入春天，天气变化较大，温度起起落落，连咪寒，连咪热，真紧伫咧拜4就暂时回温，拜5阁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落南，阁会变寒。另外，拜2这波冷空气，中北部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机会，路面嘛有较有结霜的现象。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特别留意用路的安全。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台东的炸邯郸是逐年拢吸引真侪人来参加，不过昨暗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参加活动的时摔着伤，规身躯有30%的烧烫伤，目前也搁咧治疗。因那台南的咸水蜂仔炮嘛是元宵的重要活动。今年为着避免发生冲突，警方这边嘛加派卡手来看顾。百姓邯郸夜汤巴提徛伫地球河口啊炸，这是每年台东元宵节重要民俗活动炸邯郸，由月底开始到初3、初4是活动的高峰。
这起社团出有一个29岁查甫人伫活动内底受伤，因为伤势面积伤过大，为台东转向高雄救治。据了解，这查甫人转向高雄中正病院时阵，生命现象稳定，意识清醒，无插讲，不过全身30%度受伤，病院唔敢代替。这简单受伤案例，那这一个大部分拢是无防护的脚手臂受伤等情形。炮灰跟烧灼伤的部分，然后大家其实面积加起来，已经分了大概都有10%到15%左右。医术提醒做好防护，无甚至受伤也用流动水冲洗20到30分钟。台东病院踏出告示，要求早简单挂回人先到浴缸冲凉水10分钟。台东咸水跑跑也是元宵节重要活动，跑活点到了1年1摆咸水跑跑赛季正式开始。安全帽啊，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然后牛仔裤。今年咸水跑跑伫每一条赛径动作，各配一组警力，所以跑成长时间避免因为时间延前可能发生的冲突受怕。每座炮绳在神教抵达10分钟后，神教领队会举牌提醒炮绳点炮。炮绳若借故拖延时间，民警会与神教领队讨论后，保护神教离开。警方表示，新桥到为了15分钟内无点到跑队，请新桥锁向一个地点，希望今年活动袂亲像以前同款延前甲透早也降低冲突的几率。主要各路新桥后边的炮城，咸水各种运动营也会放200万支的跑炮，呼吁大家做好防护，才袂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原来看台北市中山区有一个公车司机为车牌要离开时，去弄到一个堵路车的护林人，对方是当场死亡。不过，这个司机煞甲车驶走。伊讲，事当时这护林人伫咧视线死角，所以才无发现，强调伊毋是逃走。目前警方是想以这过失致死等罪嫌，甲司机移送法办。公车到站停，搁再起行，车头前一个负责人向向撞出来，司机未付停，甲弄掉，煞搁继续离开现场。那边有3车道，他在最外侧的车道的中间。人已经倒在地上，然后身上应该是有被车子碾过的痕迹吧。警方初步处理，倒伫涂骹69岁负责人已经明显死亡。并且是隔来一个人伫台北生活，不过甲囡仔拢真接联络。这届后生接到歹消息，正悲伤，为桃园赶来。小年夜才跟他一起吃过年夜饭，啊，上个礼拜一也才跟他联络。我原本今天还要再打电话给他而已，啊，就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这件死亡车祸伫台北中山区八德路2段，初2早起8点外，负责人为后车门落车，伫人行道向前行几步，扎落车道的时阵，就去2站的大都会客运41路公车弄掉。有听到有碰撞的声音，是不是？你出的时候有看右边吗？我们没有注意到后面。警方顺线调查，带回62岁姓李的司机，经过检测，伊无食毒、无啉酒。伊讲当时敢若注意倒边的路况，佮因为负责人徛伫正边看袂到的所在，所以无看到才甲弄掉。虽然案发迄当时有听到声音，毋过想讲是人客物件落落，否认弄掉人逃走。即使他真的往右边看，或许他看到的是半颗头，甚至他的头发，很难去确认说那个人就是在我的车子的前面，因为他的角度已经斜了嘛。再加上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人会走下来啊。面对员工弄掉人，大都会客运回应，司机工时正常，顶届休假日是2月28。不过对专案表示遗憾，会派人慰问家属，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初步未甲司机处罚。与行人发生碰撞后，无停车查看，直接离去。后续将涉嫌依过失致死及肇事逃逸移送。姓李司机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予警方移送地检署。后续原来有检方会持续查清楚详细案发的原因。记者采访报道。顶礼拜有人伫台北车头放掉讲要放炸弹，警方发现一个查甫人嫌疑重大，甲抓起来了后，检方即马是先押核准。另外，台北市今仔日嘛有旅客伫咧捷运内底抢讲要乌白杀人，警方已经找到嫌犯，当咧调查。姓郭查甫人互警方逮捕，伊涉嫌伫28假期进前2摆落回要伫台北车站上人甲放炸弹。检警调索回卡车，确认姓郭查甫人身份，2月27伫彰化将其逮捕。郭贤到案后坦诚犯情，全案依恐吓公众罪嫌移送彰化地方检察署，并经检察官向院方申请羁押获准。
警方追查4个查甫人是上班族，讲是因为心情无好才会作孽。警方以涉嫌恐吓公众罪嫌移送法办，目前已经遭到收押。另外，星期早起第8个行天宫站，由技术旅客讲被上人，警方赶到现场搜查，当事人已经离开。星期下晡追查到这查甫人，均未发现任何攻击性武器。从这些客观要件，我们上南认定叶男的行为具有违反恐吓公众罪。因此，我们将等报案人到案说明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厘清。警方依然在调查案情，台中结婚2月24日也接到恐吓闹会，警方目前将核实警华小学闹会公共运输恐吓的消息一直出来，不少民众讲会特别注意。会让人担心，而且像搭乘的人会有压力感。透过 VPN 或者是洋葱路由器的这个追查方式呢，其实警方除了透过技术分析之外，它也会透过国际合作的部分去进行深度的追查。学者表示，在国内用透过 IP 嘅系统上比对关联性资料，警华小学也透过跨国合作，和恐吓言论无法度被搜查。一般来讲，就是它涉及到的情节都是具体而且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放炸弹，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所谓的恐吓公众罪。为律师认为，虽然恐吓公众甲一般恐吓刑责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恐吓公众的对象是无特定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客观上，因地处惊吓不安，免向公众笑都免负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圣诞岛为了保护当地原生物种，所以是禁止饲鸟、饲狗。4当前一只虎祖犬对伊的主人来，后来就留伫咧遮。即摆嘛，真做是规个岛唯一一只狗真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这只叫做哈罗，今年5岁的虎祖犬，是澳洲圣诞岛顶悬现出时唯一的一只狗逐工学校放学了后，照顾伊的社工就会带伊到社区机构去陪伴老人。伊来到这，和捌饲过7只狗的汤马吉想起伊少年时美好的日子。汤马吉会甲懵懵的甲伊乱摸，哈罗嘛会足亲近，甲伊摇尾啊。不过圣诞岛为着保护特有的原生红蟹，甲其他稀有的野生动物，早伫半个世纪之前就立法禁止岛民饲养宠物鸟狗。那呢，这只狗是安怎来的？原来伊的主人因为健康的问题，4当前破例得到允准会当带狗来岛上，但是后来主人转去澳洲大陆，无法度负担正贵的运费，决定将狗留落来。到当哈罗已经变成是社区犬，唔那受到老人的欢迎，当地居民只要拿事先登记，嘛会当带伊出去耍。这几天哈罗真欢喜来海边耍水，等来到岸边就乖乖趴伫人的脚边，乖个听话模样，真使人介意。I gues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even that we don't know her, yet she'll sit here with us, she cuddles up to you, she gives you those big eyes. 而且照顾员逐工带伊出去踅踅，连囡仔看到嘛真欢喜。When the buses go past, the kids are waving through the window, Shiloh. It's become a bit of a routine now. 对圣诞岛的居民来讲，哈罗带来不只是陪伴。比起当地规定只会当饲鸡，岛顶也是官商交流做宠物，哈罗搁较会当提供精神上的寄托甲安慰。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住伫咧北极款的虾，即马是敢若剩200只尔，体型嘛比一般的虾搁较细只。有研究团队就伫咧其中12只虾的颔管挂摄影机，透过虾的角度来记录因的行为，了解因是安怎生活的。歪歪的镜头内面，虽望有一部分互碰细细的蹼蜆的头甲颔管炸咧，毋过也是会当看到边仔有大大细细的蜆伫咧无法草仔的大溪当中活动。这是美国阿拉斯加州上北边，完全伫咧北极圈内面的北坡，气候严寒，拢是山地，会当猎捕的动物也是采集的食物相对足少。伫咧较烧热的南部，靠近太平洋沿岸，食物资源丰富，定定会当看到棕蜆猎捕红鲢鱼，精彩的画面。当地的棕蜆毋那族群数量惊人，凊彩都有上万只。成年的棕蜆体重会当超过450公斤。啊，若因住伫北坡的蹼蜆亲情，大部分无甲200公斤，上重的嘛无超过400公斤。It's really limited in energy. These bears can hibernate for up to 8 months of the year, so they really have a really short window to obtain enough food resources to pack on enough fat to survive that period. 较早的野生动物产业观察，拢是由猎影小组想办法接近目标，用大型的猎影机翕这的飞禽走兽，也是鱼类。不过，来自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
用类似暗款的装置，甲染影机安伫个普咸的亚麻棍也是头部，伫个卖干扰普咸的状况下，我近来翕第一手的画面，了解普咸伫个北坡这种严寒的环境下安怎生存。 They were captured 3 times throughout the year, so in May, August, and September. And we did this so we could look at these key windows, so like the spring to summer and then fall, or summer to fall. And it also allows us to maximize the amount of video. 研究团队指出，这项计划预计要进行2档，安装随身染影机的普咸嘛必须增加，对目前的12只扩大到36只，来取得更较侪研究的建本，除了深入了解普咸的生态，因的劳保行为对北坡地区做因食物的顺落数量有甚物影响，嘛是研究的题材。公视新闻7家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